比如县第14届苏比纳秀文化旅游艺术节，比如形象木人风采比赛现在正式开始。苏比纳秀人类有个就是这段间，各就区别若别娘上，瑞瑞数年，这多他当我有说，我出席。原来屯天你全面注意这肉昂汤不杨秀祥南界传说第几一我们到了论你就走进了列巴堂祖国领在了米警察对协语想了可地托同给你全面注意这肉昂你吧下级重点下级干同个婚联节民主专门营我们到了我交接了列巴堂祖国领在了米警察超南语女子组3号选手来自茶渠乡乌通村的登增母亲，年龄21岁，身高1.66米。上场的是女子组4号选手，来自达他乡达子村的央卓，年龄23岁，身高1.68米。想了可地托同给你全面注意这肉昂西吧得当下都在重对央卓营我们到了论你就走送了列巴堂祖国领在了米警察超监狱接下来上场的是女子组5号选手，来自比如镇美日村的斯塔卓玛，年龄21岁，身高1.67米。想了可地托同给你全面注意这肉昂出吧将这项我们都重罪你们落上瘾我们到了若你就争议了列巴堂祖国领在了米警察对语别骂群众民我们到了罗苏就收送了列巴堂祖国领在了米警察超监狱想了可地托同给你全面注意这就昂吉吧这就像游龙重罪第几营
接下来上场的是女子组9号选手，来自香渠乡亚扎村的曲宗，年龄27岁，身高1.8米。香了克里托同年龄，对面主演这就安古吧，香渠乡亚扎村最群众民。我们到了罗你就走对了2把堂，苏不林在了密警察监狱。香了克里托同年龄，对面主演这就安去吧，咱了乡公然冲最地中营。我们到了罗苏就锁住了2把堂，苏不林在了密警察处安狱。上场的是女子组11号选手，来自比如镇茶龙村的阿旺曲珍，年龄22岁，身高1.65米。香了克里托同年龄，对面主演这就安9年，强制乡8万多重罪刺令专门营。我们到了罗尼修了2把堂，苏柏林在了密警察处监狱。香了克里托同年龄，对面主演这就安9松，连续向阿拉重罪诺基所引。接下来上场的是女子组15号选手，来自香渠乡亚扎村的罗宗，年龄20岁，身高1.78米。香了克里托同年龄，对面主演这就安9年，香渠乡亚扎重罪农中民。我们到了罗尼修了2把堂，苏柏林在了密警察队监狱。香了克里托同年龄，对面主演这就安9啊，下级重点查着重罪别完错新营。我们到了罗交界了2把堂，苏柏林在了密警察队狱。香了克里托同年龄，对面主演这就安居住，连续向港的重罪刺令3错营。接下来上场的是女子组17号选手，来自达他乡图莫村的罗增。香了克里托同年龄，对面主演这就安交界，咱了向胸膛重罪南色营。上场
场的是女子组19号选手，来自白嘎乡唐巴村的卓玛。接下来上场的是女子组20号选手，来自杨秀乡茶铺村的多吉卓玛，年龄27岁，身高1.74米。乡拉天地若边娘上，第6年级点着这多节恰个通篇恰着齐军营。获得女子组选拔赛第1名的是回民组员点着这多句恰个昂唐不通篇你。达塘乡央卓，最后得分9.807。达塘乡给扬州营，他们各长你国差接列国的队营。第2名是香渠乡罗宗，最终得分9.802。恰个昂你不通篇你，香渠乡罗宗营，他们各长你国差接列国的队营。第3名的是香渠乡齐梅渠宗，最终得分9.788。恰个昂苏不通篇你，香渠乡齐梅渠宗营，他们各长你国差队接。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可不如别我真那么烫，观众那吧。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这次的点别什么那个？本届艺术节牧人风采，比如形象选拔赛到此结束，获奖人员将在艺术节闭幕式上进行颁奖。各地举在推荐前，若边娘上这6年前点着这多起过，这个人就这就赢。恰个通篇呢，举在推荐前就这这个托，恰个两把偏弱呢。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不易扎西的嘞。就头那个古树山堂，千万拦不住，清仓抢对面的修军营。我做第3塔区，杨家加油！